后来过来，这是正难得的画面，100年的建筑集体来洗身躯。台南新化老街西边有11户100年的老厝，最近咧整修翻新。台南市文化局经过厝主的同意，开千外万，邀请到包商连续3天为老厝来洗身躯。即摆看起来是加俊新、真清气。来，把它拖出来。一吊车慢慢的称悬，开水开始替这个厝洗身躯。水也嘛袂使伤强，这今年的垃圾冲了后会有够清气。那个新化老街民众真好奇停落来看。有比较白哎，就是那个色泽有变浅一点，就会吸引更多人过来拍照啊。这是台南文化局甲这个老街厝主参详过了，开几千万协助11户同步整修，互相连续3天替老厝洗身躯，刷来也佫有。表面的修补甲漏水结构的补强，这对店家来讲帮助真大。我们透过说这一次的一个整修计划，那其实也让就是它的结构做一个补强。它过去有很多的传统的这些商号、店号，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它重新再复原，那甚至再把它仿做回来。那我们从现在规划一个让人视觉，感受非常舒服的一个老街的一个仿巴洛克式的建筑。替历史的建筑物洗身躯维修停事拢要照起工，估计明年中会全部整修完工施工，规排100年的建筑物会更加水。